我哋相信可持續嘅城市發展必須要以人為本。我哋同 One North 攜手透過社區營造，將人、空間、科技同埋生活連結埋一齊。唔單止係一次創科項目嘅推動，更重要嘅係將社區共創呢份理念落戶北部都會區。我哋餐廳同健身中心都以客人嘅身心健康為起點。我哋亦都會同 One North 嘅 Farm Together 農莊合作，採集新鮮嘅香草融入餐廳嘅菜式之中，將健康帶入社區嘅日常味道。One North 經常舉辦同健康有關嘅活動，包括瑜伽、跑步、單車等相關活動。呢度仲有一個好大嘅露天花園，俾附近居民同埋上班族放鬆。周邊仲有完善嘅單車徑路線同設施，實現低碳生活冇難度。我哋喺呢度設立信和創意研發室，鼓勵社區零距離接觸前沿科技，激發創新思維。我哋都積極舉辦多元化社區活動，等創新科技走入去日常生活，唔止睇得到，仲可以摸得到。期望同社區攜手以創新科技引領健康生活。